小朋友，而家又同你玩遊戲啦。你而家要同媽咪猜包剪揼，我哋一共玩5鋪。如果你贏咗媽咪1鋪嘅情況下，就有1個。咁如果贏咗媽咪3鋪嘅話呢，就可以有4個。5鋪連贏呢，就有最大嘅。如果你1鋪都贏唔到呢，乜都冇。準備好未？3、2、1。媽咪贏咗鋪啦，你已經同大獎無緣啦，已經。緊張嘅時刻嚟啦，只要贏咗1鋪嘅話，就去攞4個翻去啦。嚟啦最後媽媽贏啦。獎勵時間要唔要？你只要錫媽咪一啖，即刻可以擁有4個。記得關注咩東東，暢遊澳門更輕鬆。耶！